出非洲猪这病例，农业部表示，接落来这几天是上紧张的时期，若是有猪仔着病，就会开始发病。美国 NBA 表出大派跳拍击球买单，有超过30人获逮捕，案件可能甲大帮派乌手党有牵连。美国总统川普要派兵去旧金山，民众抗议，但回答的这评论黄金零分等科技界头人甲考卷，川普全部取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台中乌车市场场验出非洲第一只阳性的案例。农业部下晡时开中央灾害应变会议，部长陈俊贵就表示讲，目前全国大约有8成的市场场都已经检验过啊，拢是正常的。不过，接落来这几天是上界紧张的时期，因为这时间算起来，若是有猪仔着病，就要开始发病啊。沙坡顶面出现死烂去的猪仔。23下晡，民众通报马祖北街金碧沙坡有海漂猪仔出现，防疫人员封锁现场，采样了后就地烧掉甲消毒。是毋是非洲猪只阳性也来检验？本岛继续是防毒疫情摊开。农业部讲，第一波市场场检测已经完成，75%到80%，拢无过样。不过对这阵起却是较紧张的阶段。潜伏期发病大概是4天到15天，目前正进入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如果会开始发病，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病。全市200到499只猪的猪场必须通报的无正常死亡率是3%，不过乌车市场场死亡率拢已经超过30%才采检，深受所失的。但准贵强调，现阶段无追究责任，而是爱全力来防堵。所来调降这个无正常死亡比例，300只猪的市场场原本爱49只才通报，正式降到6只。我们更有警觉，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是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去调查我们可能的这些病死株，然后也会做必要的一个抽检。即阵病毒检测也伫进行，也未分离出病毒。不过现有的资料显示，毋是种族基因的病毒，而是较像普通流行的病毒株。还是属于第2基因型的一个非洲猪瘟的病毒株，在2007年首次进到欧洲之后，到了俄罗斯、到中国，以及到现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流行株。学者认为讲，这是防堵重要时期，一定要全力在第一时间该消灭，避免拖到野外。如果进一步的散播到野猪的族群，那台湾可能就很难成为非洲猪瘟的非疫区。因为野猪我们永远也杀不完。农业部讲，山内无排除进行第2轮检查，也若对即摆无正常猪只防诊断为肺炎，真可能是非代表性症状造成第一时间是难以研判及时采检。农业部讲会制作图卡，凸显发病的特征，提供予饲猪的人甲现场的兽医师更加好用检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府去查标出病例市场场，发觉因的喷拢有照规定行过。因那后续讲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台中市府是当咧评估。不过，伫咧高雄迄边是已经先走大先，宣布要全面辅导用饲料来饲猪。因那台东迄边嘛有新的防疫措施，是宣布11月26进前禁止外县市的猪入境拍卖。台中市高车区一场大喷哥利用市场场利益爆发亲像非洲猪瘟，外界即期稳重疫情，圣诞猪农校舍出面表示，一开始用药控制有效果，就是先拒绝台中市动保处采检，不过后来死亡率就117只，立即赶紧主动通报，无稳重的代志。看我能控制降落来无啊？满那三只。逐工有啊。根据台中市环保局记录，这个问题市场使用的喷拢有合格萃取，并无异常。高雄市因为非洲猪瘟宣布会全面辅导改用饲料来饲，未来袂阁使用喷来饲猪。每年的喷会由环保局统一回收。也毋过环境部表示，全国喷清运的方式无变，互产生喷单位机构依然有方式运送过，禁止掩埋留用堆肥生物方式处理。我们是以优先再利用，包括像作为这个堆肥，或者是厌氧消化的一个能源化，或者是用黑水虻来做这一个另外一种生物的处理。另外，敢要禁用喷饲猪，台中市表示，目前遵循中央法规，200只以上饲猪场会当稳准喷高温萃取了后饲猪，未来会各做评估。总统罗强就表示，中央电源爱研究度过关键时刻，无能禁用喷饲猪，可能会增加病毒传播。
现在中央在考虑，那台中市政府呢，我们也在这个评估跟研究。如果贸然禁用的话，厨余到处流窜，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下，病毒的流窜传播会更容易。台东县府宣布，除了全国禁台禁运令，后11月26日进前会禁止外县市猪仔到台东县肉片市场拍卖，后手敢是解除，看疫情状况来调整。禁运禁宰的时间过后的1个月期间，我们希望台东不要进外县市的猪只。那目前有经过农产公司跟养猪还有肉类工会这边的协调，目前我们自给自足的部分是足够的。市里大关婚姻关也传咧等伫61线西边快速道路甲关到153线引导室消毒站，凡是进入关内的货柜车拢爱停靠消毒，全面防止疫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连假头一天，台北宜兰有外是咧落雨，湿湿凉凉，也那南部是坐云。也那讲到这代替平溪线三条岭到大华之间，是有这山壁又搁放落来。本地连假期间是有车往回10分到瑞丰，即阵是规条路线拢停驶。刚好连假头一日受到连续落雨影响，代替三条岭车站到大华之间的遍布有骨动的情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20早起8点25分一直到26礼拜日24点为止，并溪线暂停列车营运。台铁公司启动公路转接措施，协助旅客来往平溪线各站，包括瑞丰10分芒果岭卡平溪甲正东顶站，都采取隧道头方式行驶。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强迫效应影响，那山顶强风大影也将海洋飞机无拍就家人大部分刷波。规沙坡拢是塑胶管啊，希望溪区玻璃拢甲水查等海洋废弃物，就算出动机库清理挖坝洞的海漂粪扫，有计也爱1礼拜才有可能清得完。大型的垃圾的部分废弃物，我们也即将在2到3天内就把它整理完毕。那有更多的细节，我们之后再继续的整理。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这方面的水汽较侪，北部、东北部甚至东半部地区分量也较高。中南部地区是以坐云为主，部分地区也可以当看到日头。明天的话，在基隆北岸、大台北跟宜兰地区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那至于整个温度方面的话，在明天虽然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不过温度回升是蛮有限的。所以在下周3之前的话，各地早晚都比较偏凉，低温大概在21到24度左右。气象署提醒，礼拜2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温度比这波会阁降1-2度，一直爱到礼拜4，东北季风减弱了后，各地坐云到好天，气温才会回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破发现金1万块，若要汇口做的，11月初5就会当开始去网络登记，上紧11月12就领会到。要若是要领现金的，就要等到11月17月。不过，这暂时已经有真侪诈骗集团利用破发现金来管制的案例。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唔通相信来路不明的消息。11月初5要登记的网站10000.gov.tw， 敢若这唯一一个，大家都爱认好明。你刚领的钱都在这里嘛？哦。警员为女子的皮包超出几啊张的提款卡，也有一大摊的现金。这个马国籍女子利用上新破发现金1万政策诈骗民众。家己警方9月初协报有诈团打电话，互民众骗讲亲情会当代领破发现金，民众误信哄骗，寄出现金铺甲提款卡，结果互盗领51万。警方抓到车手，不过港党也未抓到，会继续追查。希望人民跟政府一起来防堵所有诈骗集团的不法诈骗，就是10000.gov.tw 这个网站才是合法的管道。行政院长戴英台强调，政府官网唯一认证，提醒民众唔通听信来路不明领钱的管道。行政院已经公布领的办法，包括国内现有户籍国民加出伫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另外无户籍国民加陆港澳外籍配偶，只要有居留许可就会当领。驻外公务员有咱国籍的眷属，也有明年4月30进前出世的新生儿也有。第一种方式是登记入账。那这个大家一般民众通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网页去上网官网登记。
普发现金1万会比照112年普发现金6000，采登记入销 ATM 邮局领钱直接入销。甲偏向地区特殊族群做册发放，各种无共方式领，登记网站已经就线，也毋过11月初5到初9按身份证倍数分流登记，册查起都无设限。然后我们有5天的分流，在11月10号之后，任何尾数的号码、任何身份证字号、统一编号都可以在那时候来登记。登记日销部分11月初5开放登记，上紧10日日销。ATM 领钱11月17开放，教育局11月20开放领钱，明年4月30进前拢会当领。财政部也阁提醒，政府未主动发简讯通知领钱，也是登录，也是要求到 ATM 专销，请民众细理诈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 NBA 即阵是逼出大歹叫拍假球的摆台，有超过30人去互掠起来。这个拓荒者总教练比拉普斯是牵涉利用家己的知名度成人跋脚，结果啊人伊摆的时阵，却是用电工作弊跋歹脚。也若是热火队的球员罗齐尔是哪像配合舞蹈，假影提早受伤，提早落场，被操控这比赛输赢。也那另外一位助理教练是牵涉泄露球员受伤、先发等等内部的消息，互人会当去参考热度，靠这款消息来趁钱。目前这比拉普斯甲罗齐尔2个人都已经去互 NBA 停职。也那根据检方的调查，这个跋歹脚案例可能是甲美国的大帮派黑手党有牵连，这是牵涉到几多千万美金的交易。面对记者提问无讲话，美国职业 NBA 拓荒者队总教练比拉普斯确定了后，伫律师陪同行出法院。迈阿密热火队后卫罗齐尔伫客场出赛进前，也伫奥兰多的饭店互掠，因为涉及一件甲黑帮相关的非法博缴案。This is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and sports rigging operation that spanned the course of years. The FBI led a coordinated takedown across 11 states to arrest over 30 individuals today responsible for this case, which is very much ongoing. 联邦调查局长亲自说明，有几名 NBA 现役甲退休球员涉嫌达到几年的非法博缴活动，其中名人堂纠称比拉普斯以伊的名气吸引缴客算客一网，可利用电工透视动缴。热火队后卫罗齐尔涉嫌协助锁定投注算的人操控比赛。2023年这场比赛，伊一个人就场9分外钟都受伤落场，被怀疑来控制伊的比赛数据。The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cluded when specific players would be sitting out future games, or when they would pull themselves out early for purported injuries or illnesses. They relied on corrupt individuals, including Jones and Rozier. They also misused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long-standing friendships that they had with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罗齐尔律师否认指控，强调伊的当事人毋捌加受伤，也是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代志。学者指出，最近几年北美4大职业运动已经有几啊名球员因为博缴防处罚，这件案件也为拄啊开幕的新球季打上乌影。That ensnared in all of this sports betting are active athletes and to an extent coaches with their unique and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veraged by bettors, some with ties to organized crime. That has all happened, and I guess my answer to you is I'm a little surprised we haven't seen this before. 两份起诉书下伫布兰克林、奥兰多甲波特兰等地继续侦讯。司法部讲调查由原的扩大 ，NBA 发声明强调比赛公信力至上，已经将2个人停职，佮全力配合调查。专家讲，所有的联盟恐惊爱强化内部规范，加强教育，特别是针对内部自行控管。公视新闻台为您编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去梵蒂冈国事访问，甲教宗良14世做伙祈祷，这是500年来毋捌看过的画面。因为自500年前英国甲教廷拍歹关系了后，因就毋捌公开做伙祈祷。不过，这款历史性的画面嘛，去互怀疑讲，是因为英国的王室逼出圣摆台，所以讲即阵当咧做制作话题，转移焦点。Good morning, welcome. Such a pleasure to meet you. 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23透早来到梵蒂冈宗座大楼，和教宗做私人会谈。了后，我去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会谈，讨论保护环境和对抗散车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中昼，查理斯和教宗做伙伫西斯廷教堂，根据以拉丁语甲英语进行的大公祈祷。
英国性工会约克大主教瓜迪瑞尼马迪祭台头前共同主持仪式，赞美诗祈祷文，特别选用对双方有代表性意义的版本，来凸显融合的精神。这是1534年都督王朝第2任英格兰国王亨利8世，为着语言的问题和教廷分裂，自封是国教领袖了后，英国的君王头一届和教宗共同公开祈祷。此时拄好是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风波再起，红色那臭头鬼啊咧，互外界认为这是咧转移焦点。It's a difficult time, though, for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y are coping with the ongoing fallout of the Epstein sex scandal and Prince Andrew's ties to the convicted sex offender. It's also a difficult moment for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t large. It is threatened with schism ove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first ever woman as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查理斯东港国际上外圣保罗大殿接受皇家兄弟会会员的头衔，还有送伊的专属宝座。可以和未来的英国君王使用。了后，佫伫大殿前的大厅接见英国大使，和伫教廷工作的英国人亲切交谈。另外，佫为一场纪念伊来拜访的甘蔗斋做纪念性的斋证仪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是宣布要派兵去旧金山整治治安，不过却是引起民众抗议。昨伊却是向宣布取消，这原因是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等等科技界头人该口供，伊才会取消。川普23日因家己社群网站发文，表示联邦政府本地5拜6交派军力入去加州的旧金山来整顿治安，但是旧金山的市长罗伟是真客气，要求通话，请求予伊一个机会来改变局势。加上包括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Salesforce 的执行长贝尼奥夫等等，这将优秀的旧金山科技界好朋友打电话来甲讲，伊才取消拜6征兵的决定，再过来看情势发展安怎。伊嘛无袂记哩点名罗伟是做唔对的决定，因为若是互联邦出手，会搁较紧嘛，搁较够力。罗伟嘛宣布讲，川普取消国民兵进驻旧金山的计划，嘛表示讲市府会持续和联邦来合作，打击毒品和犯罪，但是袂配合进驻军队，也是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逮捕移民，因为这妨碍城市的恢复。We appreciate that the president understands that we are the global hub for technology, and that when San Francisco is strong, our country is strong. Today in San Francisco, crime is down nearly 30% citywide. 虽然讲征兵的行动暂停，但23川普派的100多个联邦干员已经到湾区阿拉米达的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基地，准备要加强去掠非法的移民。抗议的民众是聚集在基地外口，和镇部警察发生冲突。川普在今年6月派兵入去洛杉矶，对付反对掠移民的抗争了后，是真侪摆呛声讲要派兵去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大城。旧金山嘛是其中一个首要目标。这摆虽然因为科技大脑甲可能暂停，包括旧金山、奥克兰等真侪所在示威者对川普变来变去是保持警戒，持续去伫街仔路表达抗议。Does not mean that our work is done. We stay vigilant. 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西班牙瓦伦西亚去年10月底8点钟落400多毫米的大雨，做大水造成900人死亡。这活落来民众即阵是听到落雨就惊甲困袂去，甚至有人是惊水惊甲连洗身躯都会惊。所以讲当地政府是赶紧成立医疗服务，帮助这寡受创伤的民众。去年10月底，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甲西科维地区发生严重的大水祸，引起大水。当下落雨量伫短短8点钟以来，就落491毫米，超过规年的平均雨量，佮夺走220条人命。那安尼，瓦伦西亚的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严重损坏。当地居民费雷尔伫大水爆发的时阵，只会当为阳台爬到厝边的厝等待救援。即马1年过去啊。费雷尔听到落雨声，有晚会感觉惊吓。Yo no podía dormir. Yo cerraba los ojos, ruidos, gritos de personas, ruidos, agua, agua. 经过医生诊断，费雷尔得到创伤了后压力症候群 （PTSD）。医生鼓励伊七日行去窗仔边看雨落来，听落雨声。伫药物甲心理治疗之下，伊的 PTSD 有较好。
另外，也有一位因为大水得到 PTSD 的冈萨雷斯，代志发生迄日，冈萨雷斯将红青灯揽调到6点钟，就惊一放手就会互冲走。那安尼，伊也亲目睭看到家己的查某囝拍拼滚用逃生，家己阿兄因为想要抢救掉伫汽车内的妇女，煞互水冲走。家己妈妈也因为阿兄失踪啊，非常悲伤。自迄日起，冈萨雷斯定定伫困眠中惊醒。Ahora mismo la vida para mí pues un arma, como un arma, algo que se me enciende en mi cabeza y es como se me enciende un parpadeo y como si me avisara de algo. 心理学家讲，有人安尼惊水，煞无想要洗身躯，无想要去海边，无想要挖进任何有水的所在，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甲天气相关的自然灾害当日增加，除了经济损失之外，会当讲1/5的人伫大水过了后会得到 PTSD， 特别是女性，因为因通常是家庭的主要照顾的人，真歹伫照顾囡仔，甲家己的情绪中处理平衡，尤其是伫落雨的时阵。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意大利罗马竞技场以古罗马皇帝康茂德号名秘密通道，10月27日是要2000年来头一届公开，或者游客会当体验2000年前皇帝的行路。黄色的电火照伫咧院顶门，互人感受罗马竞技场的宏伟甲沧桑的美感。温暖的灯光引导参加暗时导览的游客到底站这条第一遍开放的秘密通道。考古专家讲，这条经过1年时间修理的廊道，是透竞技场的皇帝包厢，古罗马皇帝来看表演拢行这，表面拢保留原本的设计。Il corridoio coperto era rivestito da intonaci dipinti, da stucchi e in una prima fase anche da marmi ed era sicuramente attraversato dall'imperatore e dalla sua famiglia che arrivava così sul podio imperiale. 修复团队认为，这条密道并不是竞技场原本建筑的一部分。是伫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间崛起的，这么后面叫做公博德通道。公博德皇帝捌伫咧公元180到192年掌权12年。电影《神龟战士》的内容，就是用这位古罗马皇帝做原型编出来故事。要传说讲，公博德捌伫咧这条密道内面被暗杀无成功，互这条通道加一寡神秘的色彩。为了要彰显古罗马的历史，灯光也特别设计过。So the lighting of this gallery is marked by two different systems: a warm light that indicates the path to visitors and enhances the beautiful marble of the walls, and a colder light recalling the natural light that used to seep through the holes on the ceiling. 唔捌对外公布过皇帝密道，经过设计暗时游览行程，古罗马竞技场加一种新的参观方式，游客拢讲赞。The night tour, you get to sort of feel the history a little more down there. You definitely, the quietness, the stillness, it is an excellent tour.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it. 这条密道10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希望会当吸引更加多游客来遮。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疫情过后，德国金鱼在山顶的菇正遭民众救命食食。因那这几年因为食菜的人变多，加上疫情期间大家较爱伫咧室外活动，所以讲金斑菇嘛真受欢迎。不过提醒大家，这菇是袂使学袂食的，唔耐中毒甚至会无命。所以讲德国就有专家办活动，互大家会当哪爬山，哪了解野菇的生态。伫德国柏林西南边的波茨坦这个树林内面，有20几个人赶一个德拿伫咧内面行来停咧。因参加的是蘑菇健行，替因讲解的蘑菇专家是75岁退休的气象学家毕福尔。So eine Pilzlehrwanderung ist dazu da, den Leuten Kenntnisse über Pilze zu vermitteln. Nicht die Körbe zu füllen in erster Linie, das ist immer schön, wenn auch da für den Esskorb etwas abfällt, aber im Wesentlichen sollen die Leute die Bedeutung der Pilze im Naturhaushalt kennenlernen und natürlich auch die Artenvielfalt betrachten können an den Pilzen, die man gerade so findet. 蘑菇本来是德国二战时期伫风险救命的食材，自新冠疫情了，去伫山顶采菇，成做真侪人远离社交接触的上好活动。甚至最近受到社交媒体真水的蘑菇的相片影响，大家真喜喜，天天一开课就夜晚。公司毕博尔带蘑菇的导览健行已经超过半世纪，
伊正自称也常常有病医请伊去斗相共鉴定，敢若是食到菇中毒的个案。Das Gefühl, es hängt vom Wachstum und Stadium auch ab des Pilzes, auch Farben und Maserungen und so weiter, lässt sich nicht immer eindeutig sagen. Und das wäre mir tatsächlich immer noch zu heikel, da experimentell zu werden. 伫咧德国上传统的食法，就是将牛肝菌属的菇用麦达煎好香，放伫咧烘酸面包顶头，搁再叫淡薄盐甲乌胡椒。不过，伫采菇的时阵，上好也是请教专家，才袂无细腻去食到有毒的菇。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